君夫妻14都是心照不查，伤心落泪，实是可怜。一个女子出门幸福，自度不便。啊，母亲，那么你当确实为他寻找丈夫？便是个不读书书、不明理义的草野男子，竟忍心抛弃于你。不，夫人啊！不曾处女
明君恳求夫人方便，走亲万岁查问朝堂，可有一个流病医治？什么流病医？我从来也没有听见过。夫人，他有一把困苦宝剑，交于明君手上，因此定方原旨。什么宝剑不宝剑？这样的小事情，也不惊动万岁。老二爷，徐秉君，朝堂之上并无刘病医其身。老二爷也不知道。老夫替你慢慢查问，你回房去吧。老二爷，快点快嘛！老骗女儿也万岁！你叫徐秉君来书房见我。哦，老二爷，你进宫回来，先去歇歇，万岁的国宝与我再还。这位夫妇举好迎亲，家人。
见。35年前，老臣去见皇皇帝，死于东宫太子，作为奸臣也害，逼得太子不见身亡。传旨上海，因为当今万岁所举，唯有落在刘秉义之手。并徐秉君一定知道，并且真想见他，把徐秉君带上。老爷，徐秉君，禀大人与王问礼。禀大人，何事下门？请来什么事？你是徐秉君，正是。家在哪里？家之都镇，所配何人？吕郎秉义。何不为聘？困苦宝剑，可是怎办？禀大人呐，这把困苦宝剑乃是我丈夫刘秉义的传家之宝，夫人不良未到，杀是冤枉。好待徐秉君，刘秉义推到不报的夫妻寸痛，为他不着，万不狡辩。你老爷夫人呐！孔子万岁，余年遭牢狱之灾，使我兵疾相拒，因其毒品改名秉义，旁人不知兵疾之道。刘秉义就是万岁，万岁就是刘秉义。请我万岁之意，当负一切人人，迎接娘娘去世进宫。你是什么呀？并且传见娘娘千岁。到金榜，我只愿民间夫妻长相守，谁知道平地青云飞凤凰。
娘娘可以。气恼了，老爷，今日财政下回门，你们一同进宫，要万岁许下亲旨，选我女儿做王后，满朝文武公公称赞，还封上下神圣道喜。想不到万岁把三朝元老官府的千金小姐不放在眼里，却要再将女人去做娘娘，这口气我咽不下，我哪里咽得下？母亲，万岁驾到！请他司马大将军，不论何况，您国王以安州庙皇家一倍重功，恩报一封17000户。长子何与插边这位进封左将军，有女何正军言得所女，封为玉美公子，谢子隆恩，请娘娘封驾进宫。
我去气。阿爷，你这几天为何不来看我啊？夫人明鉴，这位徐娘娘临产体实，生命要我进宫，是以小心抗压时候。这位徐娘娘在我府上做针线的时候，哪有这样教呢？徐娘娘命大福大，这一灵魂分灭了，剩下是男是女？真是不天之喜，天赐一位太子。徐娘娘生太子，真叫人高兴。你也高兴？夫人，你不高兴吗？我夫人有恩于他，当然高兴。阿爷，他母子平安吗？太子无妨，这是娘娘难产，需要精心调理。夫人助产，一直就挂在棺材里，一直就挂在棺材啊。一书上说，夫人名声大过，九死一生。好一个夫人名声大过，九死一生。青英，这天大的喜事，怎么还不把一小贼知他？对，宝玉小姐一定高兴。阿爷，夫人。
纪念呀，不用五字堂，长生岂不是能说才入房？
圣于也，这是什么呀？不是一起请你揭露之堂，可是一道瓶子，娘娘许不进乎，赐你万万之子。此次小心公公呀，他真子，小弟当面示上。上岁发对，这，哎呀万岁呀！娘娘受命于天，为一这之病，而不知天命。倘遇万一小医再改万事，怎不转几经？既是受命于天，只要你忠心耿耿，尽力而为，后才赐予。谢子隆恩，非奴婢请娘娘过了。自动谁得了？稍等片刻。万岁！玉妹和将军进宫团了，娘娘。玉妹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玉妹来了，皇上臣君，皇上保重。
少备了。王兄请便，与我在此相逢。宋王兄，王三，你怎么了？哦，堂下是王。不，谁先？你们瓦相是哎是。
妹妹，
啊。
进宫来了。谁想中意，快去迎接老夫人。万岁，对了。王夫人请罪之臣，王在内上恩恩伺候。是万岁千请，臣千岁二岁长。于是举身，时辰举罪。母亲，什么事啊？儿啊！老夫人，我在王等儿见议。儿郎，你这位生命前美言句句，及阿爷的丈夫做过多位大官。母亲，这是为何？阿爷是我的心腹之人，他帮我的忙，我许他的愿。你弟弟贴面无私，早来就依了。母亲，弟弟贴面无私，女儿更加不可。儿郎，你再不依，为娘就为难了。娘娘，万岁请你到王府来迎接。知道了。母亲，儿郎，家业丈夫做官的事，你在万岁面前美言句句。母亲，此事断断不可。儿郎，有件事你弟弟面前不好讲，臣此刻思想无人，却与你说实了话。母亲，有什么秘密？作为那虚子先生重要女儿的王儿保守，为娘岂有难消？请命阿言前来，用一副扶持他，扶持他。母亲，你的女儿这是笑我吗？句句实言。母亲，你怎么今天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？儿郎，你说话可要凭良心，是你做皇儿，又不是我做皇儿。
万岁！莫非受了你母亲委屈？哎，快在孤王坟上不要哭了，来，在孤王的王府里饮酒去吧。哎呀，子东，你究竟为何痛快？万岁！姐姐，他怎么了？哎呀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什么东西？没什么。娘娘，自从你快复为宫中一时发扬。我不要去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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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道气，臣女今日千岁万岁，并已请御母监视。正有他医院上市，告发神女也，为许王儿有压于诈，请万岁定责。并内臣天子，臣在说道，臣也道恩，你家绝训自才领旨。禀老二爷，兵家大臣求见。来得好快，有请。有请兵大臣。老二爷，兵大人，请坐，谢座。自己他院上市，告发神谕也，与母黑虚妄儿自言不用多讲。神谕也是我老妻心腹一关，一直高明，一向忠心。母为虚妄儿，绝不可能，实是冤枉啊！老二爷。去好到身上，此叫不孤身迎上。与君王将不用你来，本官朝清明人儿这在我不是记得进规章，难道老夫不劝问官没这小的修三江，如从人
请我送客。是，禀大人，请。老二爷，你也身正在老臣之中，有狂欢之气，无争执之为。了不尽的批评，夫人不断，置生命于不顾，是大恩之操尽。此次姑息养疾，稍为鞠躬是人啊！二爷在生之年，万岁不为将才，只恐八年之后，子孙富贵难保也。和他谈笑风生，奉你诏命欺骗我，你生也管你少个的。死人不讲，我将他送进衙门3口肉，哪怕他不早。来啊，去哪？到死今却与你自杀了吧？你讲。你那虚实情深，虽然女儿的往而报仇，使我气愤难消。其爱言动人，用一方扶着他，送他进你我。老二爷，事到如今，只有报答言平安无事，要不算他无名头，连你性命难保。
难免一刀。
是美王儿，杀人便是无知他。恨意，你把这门多不明，自从天为高明起，传信约和生母的没得皇儿同杀去，在我道的终于帮天王归同气，将可惜当着铁牢君子结配。可惜劫道必坏，奉以长子后与统统而犯，请万岁受到后与定决，将何家我们操斩。奉启万岁，当初徐王儿不肯我呀，是何人就将引进青上一堂，分明母女同门，但其中王之位，理当选何人中上也，一并自黑。我娘娘亲遇上也，他来的真好，他来的听是为母就近，请求开恩，今是开开在在，问下此听。小小哥烈不惧贼，其才苦惧者，谁终是瓦切不明。小子，万岁有旨，宣胡娘娘上殿。回
曹仁君欺君罔上，大逆不道，必只会将他当着人公母女一并自裁。万岁！朕以为或许杀人是神，母女同母是冤。或是今日任何人君与母同门，太子也能报捷。此是满宫查封出身，谁想从印上边？
金不保气满身上，但他保佑王子与公也能功过相抵早啊！那为何不能成为王儿万岁？这是那核心也是徐娘娘，为的是何人君当上王后。如今何人君已遭牵连，这人自造主公，只怕举不上下，人心难平。你要将他死后死之，非君早得苦，不得事情轻也。娘娘，不，万岁，万岁，万岁若为忠心之子，而不能生同个是爱之情，后一之国平天下。